能叫算计呢？这也是我们合作内容的一部分。你能不能进顾家，全都靠你肚子里这个东西了。合作？你现在跟我谈什么合作？我现在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，我怎么进顾家？你当顾西城是傻子？他就是傻子，所以你大可以放心。你在哪儿？我们见个面吧。我在你家楼下。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少废话！我妈到底在哪儿？苏妍希，今天我没有心情下去见你。过一会儿会下去一个人，你把东西交到他手上。等我们确认之后，自然会带你见你妈妈。喂，喂。我发现你这个人挺得寸进尺的。我得寸进尺吗？我要如果不得寸进尺的话，别人会对我得寸进尺的。好了，喂，就是他吗？对，就是这个人。现在能告诉我妈妈在哪儿了吧？我有时候挺同情你妹妹的，怎么会有一个你这样心狠手辣的姐姐？我跟你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。好了好了，说正事儿，东西我们到手了，他妈妈要留到什么时候？留到你进顾家的时候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你跟顾家到底有什么仇？我跟顾家没有仇啊，我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。哼。贺锦熙，开门！贺锦熙，我知道你在家里，赶紧把门打开，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贺锦熙，别给我装傻，快点！贺锦熙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明明已经说好了，只要我把东西给你，就把妈妈还给我。但是现在我突然改变主意了。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你不要再逼我，再逼我就报警了！你把门打开！报警？那你去吧，真的，我无所谓。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。到最后，我们就看谁死的比较惨。贺锦熙，把话说清楚，开门！别给我当狗头，我会坏的！开门！哎，你干嘛呢？不要影响业主休息，赶紧去！贺锦熙，你再这样，我要查你做事了。你。露露，方叔，西城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西城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有什么事儿，吃完饭再说吧。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庆祝你出院，请吧。Cheers。
吃吧。怎么了？菜不合你的胃口啊？西城，我还是想先把事情说完。好，那你说吧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杀了你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我很认真的在问你这个问题，你觉得可笑吗？你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有这么可笑吗？哎呀，锦溪，我是看你刚出院，心情不太好，我逗你开心呢。别生气，我向你道歉。来，坐下来继续吃吧。啊，西城，你能不能认真的回答我这个问题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欺骗了我，我会原谅你，但是我会离开你。怎么了？我又说错话了？锦溪，你别难过了，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。明天我就要出差了，咱们两个好好的行吗？啊？你走吧，我骗了你。你说什么呀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？我没有受委屈，西城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骗了你。其实我别说了。何锦溪，我告诉你。